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2月25號。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消費，聊聊現在為什麼大家不花錢。為什麼商場冷清很多店呢紛紛關門，有的老板直接跑路。年底了消費並沒有好起來。今天一個職業餐飲網刊登一個報道，叫6000萬主力客群消失，困在商場裡的餐飲店正迎來一場大清洗。關於餐飲的慘狀，大家都有所耳聞，對吧？或者甚至有的人是身邊就有。你比如說夏天的時候，很多城市，对吧？那些賓館都出來外擺，我記得當時咱們就說了，對吧？過了10月，這外擺的也沒了，因為天氣一涼，那這些酒店恐怕連自欺欺人都不行了，對吧？外擺有很多5星級飯店還外擺，那不就是自欺欺人嗎？給員工找點事幹幹。那進入11月，對吧？連外擺的都少了，自欺欺人的條件都不具備了。商場裡面的這些餐飲店那更慘。文章說他說員工比顧客還要多，站在店門口看着商場過道熙熙攘攘，進店的人卻寥寥無幾，但每天一睜眼，房租就要上1000塊。我們這哪是在創業，分明是在給商場打工。餐飲人開始集體自嘲。等明白這一切的時候都晚了，對吧？你已經上套了。把時針撥回2006年，那是完全另一番光景。外婆家推開了杭州大廈的大門，掀起排隊神話，開啟了商場餐飲的20年。商場是品牌的孵化器，是連鎖化的加速帶。無數街頭的草根品牌，只要擠進那個光鮮亮麗的盒子，借助標準化的環境與巨大的流量，迅速走向成功，走向全國。從曾經的相互成就到現在，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是因為經濟周期，是因為預制菜毀了體驗？但如果我們將視角拉高，會發現這場變局的本質是一場人口結構和商業模式的錯位。黃金年代，只要進場就是贏家，有空調有流量，閉眼都賺錢。商場與餐飲的蜜月期建立在一種極度完美的功能互補之上，消費者與餐飲品牌被共同置入商場的蒙蔽陰蔽之中從街邊店的煙燻火燎走進商場，無異於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光可見人的大理石，恆溫的中央空調，專人打掃的衛生間，這在當時就是一種極其稀缺的體面。商場用近乎奢侈的硬件環境對傳統的街邊店形成碾壓，消費者蜂擁而至，因為在這裡吃飯不僅僅是滿足口腹之欲，更是一種對美好生活的投射與向往。對於品牌而言，這簡直是完美的溫床。這裡不僅意味着高淨值的客群，更是一條通往連鎖和全國的高速公路。商場標準化的基礎設施，只要把店開進去，就能坐享環境溢價和源源不斷的客流。2012年後電商衝擊實體零售，商場的調改開始向體驗式經濟轉型。餐飲的地位在商場中第一次躍遷，從業態不夠餐飲來湊的配角，升級為引流主力軍，佔比一路狂飆。至2014年，新開商場餐飲佔比突破30%，已成為行業常態。大門敞開，紅利噴湧，在增量時代，只要拿到入場券，幾乎就是贏家。巨大的紅利掩蓋了高昂的租金，所有人都沉浸在永遠繁榮的錯覺中。那現在的結局是什麼呢？狂飆與失速，6.6億平方米的存量商場與消失的6000萬客流。但漸漸的風向變了，光環逐漸褪去，曾經的陰蔽似乎正在變成一座圍城。而這場變局最底層的動因，不僅僅是商場過剩，更是人的離場。那個曾經一手托舉起商場輝煌的80後一代，正在悄悄走向邊緣。近萬個商場，只有7%是優質項目。如今商場已全面邁入存量競爭的深水區據營商大數據統計，截至2025年3季度，全國已開業集中式商業項目存量高達9266個，實際上就類似於萬達廣場這樣的一共有9266個，體量突破6.61億平方米，這個確實不小
在這近萬個項目中 ，S 級、A 級的優質項目僅有472個，佔比僅為7%。這意味着93%的商場注定平庸。高和資本的數據顯示上海的人均商業面積已達到3.8平方米，約為香港的2.4倍，與東京持平。更扎心的是，上海的商場租金價格已逼近東京，但人均商業消費支出卻不足東京的一半。一邊是鋪天蓋地的商業空間與比肩東京的租金，一邊是增長遲滯的消費力。在如此明顯的供需錯配下，商場餐飲卻依然在瘋狂擁擠。數據顯示2024年商場內餐飲門店淨增超過1300家，開關店比達1.14。是這些商場裡面的餐飲還在增加，那你說這些餐飲店不倒閉誰倒閉呢？商场自己的客流都在下降，对吧？還有好多人扎堆到商场裡面去開餐飲，人流消失，6000萬消費者退場。不僅是商場多，餐飲多了，更是人少了。翻開任何一家購物中心招商 PPT， 你幾乎都能在目標客群一欄看到那熟悉的描述：25至45歲年輕家庭與時尚人群。這句話在10年前是真理，在今天則是刻舟求劍。我們必須直面一個殘酷的事實：中國過去20年新建的一站式購物中心，本質上是為80後一代量身定制的產物。這一代人有多少呢？80後這一代大概2.2億人。這群人伴隨着改革開放成長，享受了地產與經濟的雙重紅利。正是這群人的戀愛、結婚、生子、買房，一手托舉起了商場、餐飲過去的黃金時代。然而，時間是公平的，到了2025年，第一批80後已邁過45歲門檻，背負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壓力。他們的消費行為發生了根本性逆轉，從年輕時漫無目的的閒逛，轉向了目的性極強的剛需。他們依然消費，但不再貢獻商場最渴望的遊逛紅利。也就是這個80後現在也沒心思去逛商場了，就這個意思這文章的觀點80後不再年輕，而新一批的年輕人已经变了，一是变少了。根據數據推算，未來10年商場最核心的25到45歲黃金客群整體規模預計將減少6000萬人，也就是這個基本盤減少了。未來10年25歲到45歲這個人群就少了6000萬，而這個人群恰恰是對吧？這個商場的擔当主力消費人群。更為棘手的是，接棒的互聯網原生一代是典型的原子化個體，他們的消費邏輯呈現出極端的分裂性。一方面在物質上極致精明，另一方面在情緒上挥金如土，比如為2次元和盲盒買單。对於這群年輕人，標準化的盒子已經失效，他們不需要一個封閉的購物場所，他們需要的是能夠安放情緒的新線下關係。於是傳統的封閉式商場開始適齡，非標商業、開放街區、策展式空間大行其道。這不僅是建築形態的迭代，更是商業地產對新一代消費反叛心理的妥協與迎合。那麼面對6000萬主力客群的缺口，商業地產正在經歷一場殘酷的 K 型分化。在金字塔頂端僅剩極少占據城市核心、依托交通枢紐的巨無霸，依然擁有天然的生命、自然流量。他們是這個時代僅存的流量壟斷者。头部和新銳餐飲品牌進駐這裡，繳納的已不再是單純的租金，而是一筆向全市場釋放信號的品牌廣告費。然而，對於絕大多數商場而言，這種開門就有客、自然流量已經徹底枯竭。為了在乾涸的流量池中求生，他們也被迫走向截然不同的2條路。哪2條路呢？一種是走向多巴胺式的狂歡，這是吸血最劇烈的地方。為了在流量枯竭的恐慌中求生，這類商場被迫陷入劇烈的內容化焦慮。他們不遺餘力地打造概念街區，制造視覺奇觀，將餐飲徹底異化為引流的耗材。當餐飲變成了景觀和內容，就注定擁有了保質期。商場開始像更換快時尚櫥窗一樣高頻汰換品牌，它從流量的分配者變成了索取者。誰能制造瞬間的爆點，誰才有資格留在場。
我想起了啊，現在餐飲再差，但是好像有個這個日本的壽司是吧？叫什麼壽春郎，還叫什麼名字我記得不一定準啊。我看還有好多人排隊啊，叫號啊，一排1個多小時、2小時啊。那像這種餐飲，那商場肯定是求之不得啊，對吧？恨不得給他免除佣金，這個租金啊。另一種是走向白開水式的平庸，這裡是剛需最後的避風港。對於絕大多數既無交通優勢又無力持續制造話題的商場，他們選擇了退出流量的賭桌，他們接受了平庸的宿命，回歸為服務周邊3公里的社區生活中心。這裡沒有爆發性的網紅流量，也沒有因為流量焦慮而產生的速度汰換，只有枯燥但穩定的鄰里煙火。這種商場端的兩極分化，倒逼餐飲人必須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向左走入非標秀場，做敏銳的獵人。既然選擇了在那些靠造勢維持熱度的網紅商場裡搏殺，就別談什麼百年老店的情懷。置身其中的餐飲人必須成為極其敏銳的獵人，時刻捕捉市場上冒头的潛力品類，打着漂亮飯的旗號，利用成熟的供應鏈和超級加盟商迅速入局啊！趕在消費者厭倦之前，趕在商場拋棄之前賺完熱錢，然後迅速切換下一個賽道。這個想得挺美。現在是恐怖螺旋加速階段。你過去開一個店啊，你投資200萬，恐怕堅持1年2年才覺得自己不行了，累了，賺不到錢，對吧？給它關了。但是現在呢，你可能200萬投下去，3個月你就堅持不下去了，對吧？現金流枯竭，不關也得關，就是叫加速階段呢。你還想掙快錢，簡直是做夢。正好啊，今天還有個新聞，這個曾經啊，在上海啊紅極一時的一個網紅麵館，我是略有耳聞啊，就是我在網上也看到過，就是上海徐匯區啊一個叫明城隍魚麵館網紅店。然後看很多這個自媒體博主說啊，說那個多火啊，然後外面都是排隊，好多人排隊排很長。這還不算啊，很多明星去了上海，也跑到那個店去打卡。我也不知道那個魚麵有什麼好吃的啊，不太清楚，就是一碗麵唄，能做出什麼花出来是嗎？關鍵它特別火啊，變成一個網紅打卡地。我只能說它營銷做得好，对吧？這中間有人推波助瀾，很多明星跑去給他加持，在那兒也排隊。結果啊，出事了，網紅麵館被立案調查，多位明星曾打卡。近日，上海徐匯區市場監管局針對網紅餐飲店展開執法檢查，檢查了一家叫明城隍魚麵館的網紅店，並且公布了執法過程，相關視頻引發廣泛關注。據悉，這家店一碗招牌黃魚麵售價55元，最貴的賣100元。執法檢查發現，該麵館的後廚非常髒亂，地面是包漿的。哎呀，跟低保老人那個河岸紐差不多，包漿了。工作人員找不到消毒櫃的插頭，那說明那個消毒櫃是摆設呗，插頭都沒有。調料罐子也是黑漆漆的，哎呀，那就是真正的百年老店呢。調料罐子都是上面垢的一层，番茄是变质的，香干豆腐是過期的。針對現場發現的問題，徐匯區市監局已立案調查。值得一提的是，社交平台上曾有多位博主、明星打卡過這家網紅店，不少到上海旅遊的游客也慕名而來。在該麵馆後廚衛生情況曝光後，不少網友呼籲对食品安全問題要重拳出擊。所以我一直就不理解那些為吃排隊的人到底是什麼個心態，就是你是閒得慌嗎？一排1個多小時、2小時的，結果啊也是金玉其表，敗絮其中啊，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那後廚叫髒亂差，跟在廁所裡做出來是一樣的，对吧？這個也反映出很多網友盲從，所以很多網紅打卡地，我就覺得盲從的這個成分居多，羊群效應呢。文章說啊，向右走，回歸生活中心，做深耕的農夫，退守到服務周邊的社區型商場，就必須接受沒有聚光燈的平庸。這裡不相信宏大的品牌故事，只相信今晚吃什麼的性價比。你不需要制造驚喜，但必須提供極高的確定性，用極致的人效和翻台率去從每一份快餐、每一碗麵裡摳出利潤。
而成熟社區商場規範的運營，恰恰能提供那個雖不爆發但足夠確定的基礎流量。說來說去就是吸引胡一靜老師這樣的時刻唄。在急速汰換的當下，對於獵人，倒閉往往是計劃內的離場，那是代謝而非死亡。真正的犧牲品是那些卡在中間的品牌，既進不去頂級商場的刷臉，又做不到獵人的敏銳，還沒有心態像農夫那樣深耕。這種戰略上的貪婪與模糊，注定成為唯一的輸家。今天無數人在懷念商場和餐飲曾經的蜜月期，但這種懷念本質上是对中國餐飲業草莽時代的憂愁。那是只要膽子大，只要能擠進商場就能賺錢的年代。那時的繁榮掩蓋了太多的戰略懶惰和粗放經營。但現在好消息是，那個僅憑紅利就能躺贏的窗口關閉時，屬於專業主義的大門才真正打開。這個文章最後說啊，儘管行業內充滿了博弈與摩擦，但我們終將面對一個荒誕卻真實的結局，誰也離不開誰。商場若失去了餐飲，便抽離了線下無可替代的體驗；餐飲若離開了商場，則折騰了規模化擴張最高效的股價。舊船票已經登不上新客船，潮水退去，人口懸崖逼近，流量邏輯重構，這些力量正在合力擊碎一切中間態的生存空間。平庸的商場將淪為鬼城，平庸的品牌也將無聲消亡。不再有中間道路可以走，唯有順應分化，找準自己的生態位，才能在廢墟之上重建繁榮。這個文章啊，認為還能重建繁榮。說到餐飲，實際上我們不能忽視了大的經濟背景，對吧？如果你僅商場去聊餐飲，得不到答案。商場和餐飲那叫相輔相成，風借火勢，火借風勢，對吧？如果你品牌大，你流量大，商场就得給你錢；如果商场流量大，品牌更響，你对吧，就得給商场更多的租金，你才能租到好位置。这個很正常。有很多商場啊，恐怕大家不一定知道這個事啊，就是剛開始10幾年前的商場啊，都是免費提供一個地方給星巴克。星巴克好像很多店啊，它是沒有租金的，為什麼呢？它能為商場招來人呢。10幾年前啊，在北京很多這個寫字樓下面或者就是附近的商場啊，因為那時候約客戶見面的吧，都是約附近的一個星巴克。星巴克變成很多商務人士对吧接頭的地點，就很多人在那聊天談事。我這只是舉一個例子啊，你比如說那個奢侈品吧，對吧 ？LV 什麼古奇，你很多商場想讓他入驻，你商场得達到一個什麼條件，完了給人家租金還得相當於也是免費，無非就是看誰強勢，對吧？看誰流量更大，很正常啊。所以說啊，要想聊餐飲這個到底還能不能火，第一個是經濟形勢。也就是大家的消費觀念。第二個什麼呢？第二個跟那個餐飲的形式，剛才咱們也說了，对吧？你就是現在這個大環境不好，那個日料店叫什麼壽司郎還叫壽春郎，那居然還是在排隊啊，很多人排1個小時、2小時啊。所以這個也反映出啊，這個中餐的尷尬。中餐的尷尬不光是說在這個餐飲形式啊，這個用材、烹飪方式等等啊，這最主要、最直觀的尷尬就是在 A 股，你餐飲企業你上不了市，那資本市場不喜歡你，你只能去香港、新加坡。這說明什麼問題啊？最近這個吃火鍋的，對吧？那個老闆說啊，月薪5000，你就別吃火鍋了，吃點麻辣燙吧，是這意思吧？一個叫什麼巴奴火鍋跑到香港上市去了，你看那個海底撈跑到新加坡上市，對吧？也就是咱們的資本市場都不敢接納中餐館，這個已經說明這個中餐的尷尬。我們今天要說的主要是經濟環境導致了餐館幹不下去，也就是人均消費，對吧，在下降，大家在勒緊褲腰帶，大家不消費。前幾天咱們不是公布了一個數字嗎？中餐的人均消費好像只有80幾塊錢，全國啊，我記得不一定準，不是80幾就是50幾，很便宜啊。這個只有北京的這個中餐人均消費是超過110，大概115的樣子，人均啊，你怎麼賺錢？再加上中餐的衛生問題、食品安全問題，一直是個老大難，對吧？你看那個網紅拉麵館、網紅叫什麼魚麵館，對吧？流量那麼大，每天營業額那麼多，他把廚房啊整成那樣，這是職業道德問題。所以說這個中餐從業人員都有職業道德問題。哎，如果你說我不賺錢，對吧？我沒有辦法，我請不起更多的人去後廚處理，对吧？打掃衛生，我也買不起好的設備，因為我這個一天就賺不到1000塊錢，小作坊，對吧？夫妻店，你還情有可原。你說這麼的一個網紅店，每天排隊排那麼長時間，在那排着。但是有網友說了啊，這個魚麵館人家主打就是一個隨意，主打的就是這麼邋遢，你愛吃不吃。
吃。這個中餐館幹不下去的最大的原因啊，有這麼幾個，這些都跟经济形勢有關係。首先，第一個是公務宴請，现在越来越严，对吧？很多地方你公務员都不敢去馆子吃饭，只要一舉報啊，你就完蛋，這一塊少一大塊啊。現在經濟不行，商務宴請也在減少，對吧？沒什麼業務要談。再說了，現在都是以甲方求乙方，已經不是乙方求甲方了啊。很多宏偉的工程，很多大橋招標都招不上，為什麼呢？我來給你幹活，我還帶資，我帶資幹完之後，我結賬還結不着，誰願意幹呢？沒人願意幹了啊！那些承建商啊都不幹啊，這只是個形式啊，就是導致這個，你看以往就是都是你得求人家的吧，你求人家就得吃飯，各種商務活動越來越多，所以高端酒店、餐飲，這不都是媒介嗎？這必須的。但是現在這塊少了啊，一個是公務員吃喝少了，政府的少了，第二個就是商務宴请少了，這個是不爭的事實。還有一大塊就是年輕人不結婚，年輕人不結婚，婚宴一少，很多5星级酒店它主要是婚宴占一半，对吧？你想婚宴一開100桌，什麼概念？一桌3000塊或者2000塊的標準，那比一般的那種，對吧？散台，但是這個沒了，不是說沒了，急劇下降。好，結婚的一少，什麼滿月宴也少了，滿月宴少了，滿月宴也得好幾十桌，对吧？滿月宴少了以後，升學宴也少了，那小孩少了升學，對吧？還有什麼生日宴都少了。你看看，它是一連串的啊，這就是5星級飯店面臨的形勢。5星級飯店或者星級飯店面臨這樣的形勢呢，下面這些飯店都一樣，都會受到擠壓。哎，這就是餐飲的一個現狀。那從消費來說呢，大家是勒緊褲腰帶，不願意消費。國家統計局啊公布的數字啊，2024年中國居民儲蓄率雖有下降，但仍高達34.4%，而消費率只有39.9%，遠低於全球平均56.6%的水平。根據央行和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截至2024年底，中國家庭債務總額已達到91萬億元，相當於 GDP 的67.4%，追平美國，超越日本。更扎心的是，其中55%是房貸。2024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元，但人均消費支出僅28227元，居民的儲蓄率43%，是全球平均水平的近2倍。這個還是2024年的數據啊，那今年恐怕更高啊。城鎮居民人均醫療保險支出啊2189元每年，教育文化娛樂支出3163元每年，合計占消費支出的15.5%。什麼意思呢？也就是大家根本就不消費，預防性儲蓄。那就是咱們從恒大暴雷以來宣傳的，对吧？號召的就是存工行，你愛幹啥幹啥，反正我就是存工行。为什麼這個叫醫療、教育、養老，對吧？是3座大山。這3座大山的存在，實際上就抑制了消費。國家統計局數字顯示啊，2024年前3季度城鎮居民人均醫療保健支出是將近2200元，教育文化娛樂支出3200元。但是啊，現實比這個遠遠要多，因為對於普通人來說，一場大病等於10年白幹。官方醫保報銷比率可以達到80%，但是啊，省屬3甲醫院實際報銷只有60%。國家癌症中心研究，癌症患者平均自付支出占50%，肺癌5年生存費用約100萬，醫保僅報30%，那還有這個70萬你的自費，對吧？那基本上一個家庭就毀了。全國居民人均預防性儲蓄中，醫療儲備占比超過30%。好，這是關於醫療。那關於教育呢？那就隱性支出更多啊。教育支出啊，占城鎮家庭消費支出9.2%，這個只是明面上的啊。課外輔導、學區房等隱性支出那是無法統計，那是真正的大山，對吧？現在不要說課外這種叫興趣班了啊，你這個文化課輔導那是天文數字啊。與38個國家對比，中國居民消費傾向62%，遠低於平均的92%。而教育焦慮讓家庭收入30%以上投入叫預防性投資。以北京為例啊，北京那個你一年的文化課這種叫課外輔導啊，普通的也在15萬左右吧，一年，這是普通的。你要跟海淀那邊比，对吧？那邊雞娃更厲害啊，那恐怕30-40萬吧，這得吞噬多少這個消費啊？這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啊，他說2023年中國居民儲蓄率是43%，遠超美國的17%，德國的28%。那這不是咱們心甘情願的，而這是我們被迫的吧？為未來焦慮所要付出的叫心理賦稅，因為我們
我們每個人都面臨着不確定的未来，对吧？國家一會兒說養老，一會兒不養老，對吧？一會兒養老要靠國家，一會兒養老靠自己，一會兒又說靠子女。所以說這個老百姓啊，對吧？惹不起啊，惹不起那只好存錢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提出，當未來風險不確定時，人們會過度儲蓄。中國家庭將收入的50%鎖定在風險準備金賬戶，這筆錢理論上可花，但心理上已經被永久凍結，最終，對吧？這錢你也花不了，嘎了之後的錢變成遺產，要麼被政府收走了，要麼就是，對吧？继承人继承走了。大家都懂這個道理，但是也都無奈的這麼做。沒有人說真的啊，到嘎的那時候錢正好花完，最後還留了一塊墓地的錢，誰能做到這個？做不到。所以說最後都是留了一筆錢擱在那兒。如果，對吧？大家能把这錢拿來消費，這經濟說不定好一點。這個丹麥的儲蓄率是15%，但是人家是醫療免費、教育免費、失業有保障。中國儲蓄率43%，那是因為教育、醫療、養老都要自己扛。所以，與其說我們是高儲蓄率，不如說我們是自己尋找安全感。世界銀行數據撕開了最後的遮羞布。2023年，中國居民消費率39%，在149個經濟體中排名倒數第10，也就是我們賺錢就是不消費，拼命的存。在人口800萬以上的國家中位列倒數第一，就人口超過800萬的國家，我們居民消費率是倒數第一。這就是為什麼消費你怎麼刺激，对吧？它也刺激不上來的原因。何況現在經濟低迷，大家收入不穩定，收入還在下降，對吧？面臨失業了找不到工作，那就更得存錢。所以在這種大背景下，你什麼餐館還想賺錢，餐館會捲到極致。什麼叫捲到極致呢？就是你不管你搞什麼形式的，你只要一搞，对吧？大家一看，哎，這個有人氣，好像生意還可以，馬上就會有人模仿，對吧？以最快的速度抄襲，走別人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然後開始捲，對吧？偷工減料，以次充好，價格比你便宜，你這個馬上就幹不下去了，而且速度會越來越快。所以這就是消費上不去的根本原因啊。所以咱們，對吧？以前在節目說過了，為什麼說一定要給農民，不光是農民啊，實際上農民是一個群體，實際上是給低收入群體、沒有保障的群體，要給他們健全一個完善的這種社會保障體系，要讓那些不管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困難的人，对吧？他都有一個體面的，就是老年生活，退休以後有人管。那這樣的話呢，實際上這個，比如說有的專家說，哎，給農民啊這個退休金發到500，它的意義不在於說讓農民去消費，說那500塊錢能有什麼消費，那個都意義不大。最大的意義，我覺得是給老百姓樹立信心，尤其是現在，对吧？30、40歲的人，他一旦發現，哎，這個社會保障體系是很完善的，老了，對吧？即便我一無所有，我也能體面的生活。那麼他這個年紀，他就敢闖，他就輸得起。俗話說，對吧？叫輸得起。那我們現在是輸不起。你這個時候，你一旦有點想法，你創業，你一旦輸了，你叫萬劫不復。那這樣的話，大家就越來越保守，沒有辦法，不敢輸。有想法的人也不敢動。那大家就只能看着經濟熄火，因為未来還要靠我自己啊！老了沒人管了，你沒人管，而且你還要拖累子女，对吧？變成家庭的累赘，失去尊嚴。那一想到這個，那咱就又得玩命存錢，對吧？你怎麼刺激，就是不消費，能奈我何？不就這意思嗎？我只相信存折。所以說啊，想盡一切辦法刺激消費，不如當務之急啊，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不要讓人因為一病啊就返貧，否則談什麼刺激消費，什麼手段都是白搭。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